行政院含这宜兰县政府拢有针对这届宜兰水灾提供补助，不过针对这合适主体的公用设施含店面呢，拢无相关的补助。县政府表示，讲目前水灾补助的对象，拢爱有实际住伫遐，敢会来绑定标准呢，会向中央反映。早餐店的饼店也个人看到饮水时阵的水痕，业者讲因3台冰箱拢坏去，袂使用啊，袂使用，家拢无去啊。轻度店内面的茶拢饮水，业者损失真惨重。不过，即款伫咧宜兰111水灾受损的业者，照怎么补助方案，拢领袂到灾损的补助。另外，罗东东山港五吉市区，将在结合这主体饮水时阵，地下室电梯公共设施歹去，也无法度申请补助。临时是流动证明有淹水的地方有补助，我们这个商家怎么没有补助这样？我们是觉得说，应该像车辆的部分的毁损，因为水灾也是应该有一些补偿。会使申请补助的受灾户，有人伫饮水时阵人无伫咧厝内未呼救，这边就损失3台车，讲怎么补助金无够，希望会当争取更较多。因若带烟波饭店车河水因未带客，也拍算伫今仔日出面积极饭店水闸门即款防灾设备，一个应变的能力，像蹲沙包的方式，拢有重大缺失。我们适当的时候会跟中央化反映。那如果中央化修好以后，当然我们地方一定会配合。针对结合这主体甲业者无法度领补助金的部分，官府讲会甲中央反映，看是毋是当修法来解决。因若烟波饭店水闸门的防灾设施，经过调查并无违法。饭店讲，照法规，逐个月拢有做消防加防灾演练，设备要定期做检查，正重视防台警报加所有的防灾应变。做大水时阵，水闸门也正常无故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